晚8點半，翡翠台。由東漢嘅傷寒雜病論，東晉嘅找後備急方，到明代嘅瘟疫論，清代嘅溫病調變，中醫藥築起防疫長城。喺傳染病不斷變化嘅今日，古方係咪仍然有效呢？作為傳播力最強嘅傳染病之一，瘧疾曾經全球肆虐。70年代，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同團隊受找後備急方啟發，提煉出青蒿素用於瘧疾治療。喺2000年至2013年間，全球瘧疾死亡率估計下降咗接近50%。世衛組織更將以青蒿素為基礎嘅聯合療法列為治療瘧疾嘅首選方法。呢個方法被視為現代醫學嘅里程碑式突破。新冠疫情期間，中醫藥專家團隊從古籍方劑中篩選精華，結合現代藥理研究，利用蓮花清瘟膠囊等3藥3方，喺當時使用中醫藥治療嘅患者中，總療效率超過90%，為市民築起防護屏障。守正創新，令中醫藥傳承千年，守護人類健康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